台江雄鹰今年伫咧高雄丁青湖棒球场，逐场拢有7000人来看。不过，敢有要利用这丁青湖球场咧？台江雄鹰总教练洪一中伊就表示，不论是立德或者是丁青湖球场，这硬体设备一定要改善。高雄市的文化局就表示，明年球季开始进前呢，这丁青湖球场会完成改善工程。坐日本后壁球来，佫会闪的，我讲足菜。阮一礼拜就袂闪嘛，因为知影讲头前有网啊嘛，但是迄场嘛是我无闪，结果玻璃是会破的。运动主播牛公斌甲台江雄鹰的总教练洪一中20伫咧图书馆台语讲座，分享高雄球场的故事甲球迷互动。球迷上界关心的也是台江雄鹰敢会任用大比湖的球场咧。可以想新的球场，但是我们现有的球场也要想想看是怎么把它就经营好。我觉得台钢任年陈秋广场应该是势在必行的。你敢无发觉一个问题？是安那丁青湖有咧开放比赛，地下室拢无爱开放红停车。啊，无地下室你停车你会当趁钱的啊？以前无爱开放。总教练咧生气啊！总教练，迄问题足大咧。洪一中嘛指出，即马各个职业球团经营嘛会考虑球场4颗链等的开发，甲球场的特色。无论是立德，还是大比湖球场，拢爱甲设备整修好。今年台江伫咧大比湖拍40场球，平均每一场7000人。球场的设备无好，交通无方便，球迷就袂来现场看球。简单会经重要的比赛，买票入来看。咱看电影会当遮舒服，咱看什么会当遮舒服，像啊看棒球会遮艰苦。所以这必须政府要去思考。明年是4月球季开打，那我们所有的这个工程会在3月中，甚至3月就把它完成。明年有没有机会？我们会继续来跟台钢来做磋商。运动发展局的局长伫咧议会表示，目前大比湖球场正伫咧进行第2期的整修，希望伫咧每年的热身赛会当互民众有一个舒适的环境，通好安心好好看球，嘛会继续甲台江讨论领用球场的合作。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。